后来哦，啥物医生这歹做？这个中华一个5岁小男童就牙到牙科诊所去治疗，但是囡仔受过惊狂，治疗时阵一直滚龙一直哭。这个女性的牙医甲2个护理师，用要抓袂牢，不得不只好大力甲伊身躯二勒固定伊的头壳。有人感觉讲，囡仔都爱互强压治疗真可怜，啊，嘛有人感觉讲，牙医师真辛苦。 5岁男童伫椅仔顶直直利用路易斯出力甲诱转来要治疗救起。医师和护理师直直甲按打，不过男童要是直直哭，最后只好用手甲刺咧。这段治疗过程，互人落落铺伫网络顶，有民众唔甘囡仔，嘛有民众认为医师哪按打哪治疗真辛苦。啊，囡仔伫遐咧看，爸母都无伫边啊，吼，感觉上是。 有点夸张啦，大人也是会怕啊，可能这个带去大医院治疗会比较 OK 吧。代志发生伫中华花旦这间诊所，迄天治疗的女医师讲，男童因为救起，互人带来治疗，一听到机器的声音就开始哭。牙科的器械常常都是尖锐的东西，那你乱动的时候，就会去伤害小朋友。我只有请小姐能够稍微帮我固定一下肩膀，固定一下头。医师解说，当时诊断男童的喙齿虽然蛀甲无真严重，不过若无保护好，会愈来愈大孔，才出来甲刺咧。规个疗程，男童无配合，不过好佳在最后也是成功甲喙齿保护好。